今集咧就同你哋去睇下一間交通方便、手勢唔錯、性價比又高、環境衛生乾淨，同埋以善待客人為理念嘅牙醫中心啊！講緊嘅就係呢間深圳善貝口腔，佢都係朋友睇開話唔錯，叫我都嚟試下探店介紹下。條片咧會分咗幾樣資訊俾大家，分別係交通路線、呢間牙醫中心嘅環境同埋設備，跟住就係大家最關心嘅佢哋有咩服務同埋價錢啦。而今次上嚟咧，我都會做個檢查同埋洗牙，咁樣可以分享下自己嘅體驗俾大家知道。最後咧都會講埋佢哋而家有咩優惠可以俾到你哋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去片啦。呢間牙醫中心咧其實都好近福田站，大家可以坐4號線搭一個站去到福民，之後就轉7號嘅藍色線往西麗湖嘅方向，搭3個站嚟到沙尾，咁就到噶啦。前後大概用咗15分鐘左右就嚟到。跟住喺 C 出口出，搭扶手電梯上到去，行幾步就到了。佢呢度咧係有2個入口嘅，呢邊側門咧就有升降機直接上去，而正門就沿住呢個方向行過去就到。呢個就係佢正門啦。佢呢邊附近咧都有啲 coffee shop 同埋餐廳。如果等睇牙或者陪人嚟睇嘅話咧，都可以有其他地方坐低。善貝口腔咧一共有2層。地下嗰層咧有個波波池，係俾小朋友玩嘅。我覺得呢個都幾貼心，因為有時候帶住細路過嚟，有個地方俾佢哋玩下都唔錯。或者帶佢哋嚟睇牙嗰陣時，佢哋第一眼入到嚟咧都冇咁驚啊！你都做過細路㗎。地下嗰層咧仲見到佢哋有個植牙嘅國際認可單位 ICOI， 上網睇翻佢嘅總部係喺美國，同埋喺全球咧都有認受性，咁俾翻大家參考下。樓梯旁邊咧都會清楚見到佢哋每一位醫生同護士嘅專業，同埋佢哋負責緊嘅崗位。沿住樓梯上去就會見到佢哋 show 咗好多唔同嘅國際認證。上到嚟就會見到接待處同埋大堂啦。呢度感覺都幾大，同埋地方都算幾乾淨。旁邊咧仲見到佢哋貼咗好多嚟呢度睇牙醫嘅客人嘅合照，感覺都幾 warm 啊。而喺大堂咧都可以詳細睇到每位醫生嘅資歷。同埋原來佢哋嘅團隊營運都有成10幾年經驗以上，每位醫生咧都有自己嘅專長，植牙啦、箍牙、牙齒修復、牙周病治療、兒童牙齒治療等等。不過最緊要都係手勢，一陣試完再話俾你哋知。跟住就講下呢度嘅環境同設備啦。佢呢度咧會有2間諮詢室，主要係醫生同翻我哋傾翻一啲關於牙齒嘅問題啦，討論下有咩方案可以做。跟住就有幾間綜合治療室，主要做一般嘅補牙、剝牙、修復牙齒啊、杜牙根嘅治療。呢間就係醫學影像室啦，做 CT 掃描嘅地方。佢呢度咧只要上嚟睇牙咧，呢個服務就係免收費嘅。等醫生講解俾我哋聽嗰陣咧，圖文並茂就更加清楚啦。同埋可以用廣東話溝通，因為有時啲學術用語咧真係未必講得準噶嘛，咁講錯又聽唔明就唔係咁好啦。喺隔籬咧，仲有美學修復嘅介紹，提供箍牙、美白牙齒嘅服務。跟住就係洗牙，做一般同牙周護理嘅地方。咁望落去個 view 都幾舒服嘅。依家就去睇下重頭戲嘅地方，植牙室啦。佢係分咗2條通道嘅，一條係醫生入去，應該要進行清潔消毒嘅程序；另一條就係俾我哋入去嘅。入去之前咧，佢都有個儲物空間俾你放自己嘅嘢。同埋要換佢一次性嘅鞋，我諗都係避免影響入邊嘅環境衛生啦。咁啱咧，可以影到少少裏面嘅環境俾大家了解下。佢呢度植牙嘅價錢咧，我都有問過，只係3980蚊，已經係全包費用，冇其他附加費。同埋佢係進口嘅種植牙，咁性價比又真係幾高。有興趣嘅可以了解下，我都會放佢哋嘅聯絡咧喺個資訊欄度，同埋佢哋都有香港嘅 WhatsApp 咧可以查詢。仲有。佢哋都有間俾小朋友專用嘅治療室，裏面咧有少少唔同顏色佈置嘅 deco 咧去點綴一下，咁冇咁冷清啊嘛。佢呢張凳咧係可以調升降嘅，適合翻唔同年齡嘅小朋友。同埋聽職員講，佢哋話會按情況咧播翻啲卡通動畫俾小朋友睇嘅，咁真係幾識嘆喎。睇咗咁多設備之後，跟住另一樣好重要嘅嘢咧就係佢哋嘅衛生消毒啦。佢哋都有公開展示咗俾客人睇佢哋嘅無菌消毒流程。喺裏面咧見到總共有3間房，第一間咧係清洗間。喺清洗間會見到佢哋有唔同嘅清洗流程啦，主要都係將啲用具咧進行反覆嘅清潔。
跟住咧就會呼呢個通道咧，將清洗好嘅用具轉過嚟呢間消毒室，再用唔同嘅器材進行消毒。消毒之後，同樣都係透過呢個通道轉去儲存室。呢度就係啦，衛生問題我就唔行入去啦。總括嚟講，佢哋嘅設備同環境咧就咁睇都唔錯嘅，起碼透明度都算高。跟住落嚟就同大家講下呢度嘅服務同收費。問咗職員之後呢，大概總結咗以上嘅資料俾大家參考。佢哋仲有其他服務，大家可以 WhatsApp 佢哋問下詳情。呢度就唔詳細講啦。依家咧就將我嗰日嘅體驗咧分享下俾大家知。登記完呢，我哋首先就要做一個 CT 檢查，之後就着翻件防輻射嘅衫，入去裏面就開始進行 CT 檢查啦。過程大概分零鐘啦，我朋友喺出面等嗰陣時咧，都同啲職員拗水吹。如果照一次呢啲正式要幾錢嘅？我哋檢查係唔使錢嘅，因為香港咧係要額外收錢。唔使，我哋呢邊就係睇下你，就係簡單睇下牙齒。照完出嚟，基本就係等一陣咧，再俾牙醫睇下有咩問題。跟住就嚟洗牙啦，因為第一次睇咧，咁佢都會問下你咧之前嘅病歷。之後就簽名做翻個 confirm。好啦，咁而家佢會幫你咧影低晒洗牙之前咧全部牙齒嘅情況啊。好犀利喎，有得影相嚇。就是洗之前，好的。然后就需要下一下，然后洗的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，你就举手告訴我就好了。然後如果不能做到就下來好專業喎。咁我得個口咯。係啊，而家殺咗你都唔知。其實洗牙嘅過程咧都冇咩唔舒服，跟住佢仲幫我做埋噴砂，最後咧佢都幫我做埋拋光。洗完之後咧都會影相俾你睇翻前後嘅對比。佢基本洗牙係68蚊，如果做埋頭先我嗰啲拋光啊、噴砂咧，就夾埋都係150蚊左右。咁佢本身仲要包埋免費拍嗰個 CT 檢查啦，可以清楚睇晒牙齒嘅情況，咁啊真係真心抵喎。總括嚟講，上嚟深圳睇牙呢，我覺得以下呢幾樣嘢呢，大家都需要知嘅。扇貝口腔喺福田過嚟呢，都係15分鐘左右，而且地鐵站一出就係，咁過開嚟做檢查、洗牙、補牙呢，其實都好方便。佢哋嘅環境、設備、消毒流程都幾乾淨，同埋都夠仔細。同埋佢哋嘅牙醫呢，都係由專業嘅團隊呢聯合創辦。你睇佢哋一紮都知啦。而服務方面，上嚟簡單洗個牙呢，佢都仲有免費嘅 CT 幫你照，價錢都仲要咁平，其實真係好抵。後嚟問翻，原來佢哋嘅服務對象呢個定位係一般嘅市民，所以收費上面呢都盡力做到佢哋可以負擔得起嘅。唔怪得植牙都咁平啦，因為醫生嘅人工都唔嘢少噶嘛。咁如果種植牙又係外國進口嘅，人民幣4000蚊左右，其實真係有得諗。希望正如佢哋嘅 slogan 所講啦，做一個善良嘅人，做一口幸福嘅牙。keep 住初心啦，要善待客人啦。最後呢，其實都好多謝佢哋提供場地俾我拍下片嘅，因為其實好多 shot 咧都唔可以亂咁影，有問過先㗎，大家記得留意啦。